疫情爆发前，每到岁末年终之际，普利关怀协会拢会办理弱势关怀活动。这次设要关怀对象是北区弱势家庭的长辈，协会特别为因安排了澎湃大餐以及趣味的表演，让大家在咧温馨又欢喜的气氛当中，做伙吃团圆。这次活动呢，是我们在疫情之后呢第一次办的这个围炉，我们一直以来呢已经办过了8场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今年呢，大家报名也非常踊跃，所以感谢台南市社会局以及各位区长、区公所呢，这里呢对我们呢邀请名单的一个协助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也很感谢所有的赞助者。那新的一年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弱势呢，能够得到更多的照顾。那将来呢，我们会继续办下去，大家呢，这个社会呢是越来越温暖。不止吃大餐、看表演。普利关怀协会更送予每一位参加围炉的朋友一份普利关怀包，内容包含1500块生活补助。除了这场在北区的围炉，协会后一场的关怀活动规划将在安南区举办。理事长张慧芳也欢迎认同协会照顾力量的朋友，做伙加入关怀行列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